所以英语它不是一项学科了，它已经变成一种带着走的能力。但是很多人只说我会说英文，但是不要忘记语文，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代表。除了语文之外，我们去如何的融入到文化里面？我们如何把话说得更道地？也就从发音、从腔调，我们如何去融入？更重要的，我们在用的能力部分。我们应该怎么跳脱？我们应该怎么改变我们的想法？纸笔测验真的不是英文的主流，那是台湾某种很特别的一项产物，它真的抹煞了学语文的乐趣。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扭转这样的一个趋势，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在观念上做一个厘清。我们今天学英文的目的到底是在哪里？所以今天我们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让大家去更了解英文它的乐趣在哪里。也希望大家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，英文绝对是一种能力，它绝对不是一科学科。我们希望几年的英文学下来，我们将来能够走遍全世界，不用怕，好好的为我们自己的未来扩展光明的一天。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来到学校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学习。我们是不是以最热烈的掌声来表示我们的谢意？